再来看宜兰县长林志标甲县政府官员的备案，今仔个在召开庭事准备庭。林志标律师是质疑讲检方不当取得证据，声称讲要勘验70多份真实的记录，传唤50多个证人哦。我家是认为律师的目的是要拖时间。林志标在开庭进前接受访问，嘛批评检方办案伤害到无辜的公务人员。有没有要澄清？请到法庭，宜兰县长林志妙一行落车，马上接受采访，指控检方用一通无实在电话，恶意到互无辜的公务人员受伤害，自己透过长时间的审问，目的就是要打压伊。错误的电话，像伤害到我们这些无辜的我们的公务人员。林志妙强调，检方是无正当审问，被告律师团支持检方已经申请勘验70多份电信公点，佮提出传唤50多个证人，因为勘验证据加审问证人的数量真大，法院11开始到10月23下晡节开庭事准备庭，外加态度，这是被告律师拖延证书要互官司在无证期内定验。总共有13次的这个庭期啊，那主要就是因为辩护人、被告的辩护人这一边呢、要求要勘验廉政署或是检察官那边的一个讯问笔录的内容。今年去年针对宜兰县政府发动2摆搜查专案，定结了林志妙被以贪渎特殊洗钱甲非作文书等罪嫌起诉，伊属囝林下边甲14个县府官员也涉案，11也告法庭。那林志妙一审被判有罪，会被暂时停职。出庭已经向县政府请假，后续定期甚至继续请假到法院，影响县政推动，值得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